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自由唱自由講，我係節目主持人 Stephen 李俊業。咁今日喺我身邊咧，呢位嘉賓咧非常之特別喎，佢唔係一位參加比賽嘅朋友，佢係一位搞比賽嘅朋友。咁係李巧君小姐 Cherry， 歡迎 Cherry。Hello。咁 Cherry， 不如你分享一下自己嘅背景同埋同音樂嘅關係啊？咁我自己嘅背景就係我本身係彈鋼琴嘅。咁我小學嘅時候，小六啦，大概就開始學鋼琴啦。咁一路咧都冇諗過係會搞公司咁樣嘅，直到我就遇咗我而家同我一齊搞公司嘅呢個 partner 啦。咁佢就一直都係好中意音樂，雖然佢唔識玩樂器，跟住佢就好想成立一隊 choir 嘅原本。跟住因為 choir 咧係好難去揾到人啦，我哋都覺得有時啲流行曲咧係可以令人去抒發情感，我哋就諗不如去搞一個歌唱比賽。但係其實喺呢個歌唱比賽嘅前身咧，我哋搞咗3年嘅樂器比賽先嘅，因為佢本身係 DFC 即係 Design for Change 一個教育證書嘅 director 啦，佢就可以呢一個證書係受哈佛認可咗，咁就去頒俾一啲樂器比賽入邊勝出嘅人。跟住之後我哋就覺得，因為 Covid 過咗啦，就轉實體，就開始搞歌唱比賽咁樣。係，咁即係最開始成立公司Camsilly 有冇讀錯 ？Camsilly 係啊，軍樂公司嘅嗰個初心係咪都係圍繞住係音樂同埋唱歌呢一個範疇去諗住去有搞唔同嘅活動？係，我哋一直都係以音樂為主嘅，因為我哋想聯繫即係全世界各地嘅人，就算用唔同嘅語言，都可以用音樂去做一個溝通嘅渠道，樂器又好，唱歌又好。所以啲參加者有時係會唱唔同類型嘅歌曲，有中文啊、英文啊，或者好似你咁樣唱日文都有嘅。好似我咁唱日文。係咁一開始即係 Cherry 都係即係可能彈琴多啲啦。咁係後尾係點樣突然之間可能同流行曲困埋咗咧？我一直都有做呢個評判嘅，因為雖然我唔係即係 well trained 喺唱歌方面，但係我拍子音準都 OK 嘅，咁就成日會獲邀請去呢個唔同嘅地方去做評判啦，即係例如大會堂啦，又或者唔同嘅紀念啦，例如鄧麗君小姐嘅紀念，咁佢哋就會安排一啲人去做一個比賽，咁我就負責擔任呢個評判嘅角色。咁1年就會出任1-2次，都好多時候見識過好多唔同類型、唔同年紀、唔同年齡層嘅參賽者，好多時都會俾佢哋感動到啦。咁所以一路都有接觸流行曲嘅。係啊，啱啱 Cherry 話自己都即係好似低估咗自己，講低咗啲。我覺得 Cherry 唔係淨係識少少，即係你介紹一下你嘅音樂背景係真係好高造詣嘅。我嘅音樂背景係啊，音樂造詣，即係佢手琴咧好勁嘅，演奏級。我主要係一開頭彈古典多嘅，古典多，跟住之後亦都有彈流行曲，有同人夾 band 嘅。其實中間當然唔係好 professional 嗰種啦。另外即係有讀一個music 嘅 master 咁，一路都好有興趣，為住自己嘅興趣喺度默默耕耘，即係通常其實自學多嘅。係咯。係啊，所以呢個即係音樂嘅造詣喺個流行曲歌唱層面，可能未必喺出邊好多歌唱比賽睇到有，可能主辦或者去評審會有呢一個音樂嘅背景，但係就Cherry 就將呢一啲咁樣嘅咁高深嘅一啲真係學術性嘅一啲技能，就將放咗入去比賽入邊，咁係一個即係令到個比賽令我覺得哇係喎，首先聽音準又好準啦，聽節奏又好準，呢啲嘢啲參賽者又走唔甩咯喎。咁除咗搞即係做評判咁啦，其實籌備活動 Cherry 都係一個即係非常之有經驗嘅朋友啦。咁咧喺真係籌備活動嘅時候，例如搞歌唱比賽，會唔會有一啲非常之深刻令你覺得哇好難嘅事發生咗，或者有一啲真係之前做實際執行嘅時候冇諗過，實際上發生咗之後先知有嘅事呢？有嘅，絕對有，因為開公司都係一腳踢啦。咁前期、中期、後期嘅
難忘嘅事都有嘅。咁首先講下前期先啦。搞一個歌唱比賽就要傾場地嘅，咁我哋決賽通常會喺商場度進行，因為希望參賽者係可以有多啲嘅 exposure 啦，咁就有多啲嘅觀眾啦，咁就可以令佢哋有一個即係唔錯嘅演出體會啦咁樣。我哋就盡量去攞商場嘅場費，但係商場呢，因為佢好多時候都有一啲要求，但係佢就唔會講到明，例如，佢係希望啲參賽者個年紀係比較後生，因為佢同一時間其實側邊係有市集嘅，咁佢就唔想唱一啲即係太耐、太舊嘅歌，咁就變相咧，我哋就好難其實將呢個寫做一個 requirement 喺一個實體比賽入邊咯。咁我哋其實到最後尾都唔會特別去篩選嘅，但係就盡量個時間可能就唔會攞一啲咁多人去行嘅時間，就攞晏少少咁樣，咁就為咗符合翻嗰個商場上面嘅要求啦。咁去到中期嘅時候咧，其實啲參賽者好多時咧都係會改歌啊，咁我哋就預時間上面同埋去收呢個背景音樂嗰個過程就有啲困難啦，因為佢改嘅時候就牽涉咗好多 admin 嘅嘢啦，咁就變相就會有啲混亂咯，同埋唔知改歌嘅其實都會改人嘅，咁可能呢一個參賽者突然間話唔想唱或者病咗，但係佢又俾咗錢嘅，咁就希望可以俾佢朋友過嚟唱咁樣咯。咁去到後期咧，其實參賽者，因為我哋通常有3至5位評判啦，咁就每個評判其實佢哋嘅專長可能唔同嘅，有啲人就 focus 喺音準啊、音樂上面，有啲人咧就 focus 喺，因為佢本身可能係個表演者啦，咁就 focus 喺台風多啲，咁就變相嗰個差異咧嘅分數上面嘅差異好大喎，咁就個參賽者就會可能覺得有啲唔公平啦，咁就會好想揾翻張分紙，然之後捉住嗰個評判問點解個分會差咁遠啊？就覺得我哋會唔會係做馬咁樣咯？咁所以初期、中期同後期嘅困難咧，其實都係好多嘅。好多哇！咁啱啱喺我耳中聽起嚟，我反而覺得評判覺得好就高分，覺得冇咁好，自己睇重嘅嘢可能唔喺度嘅話，就可能相對低分啲。反而呢個感覺俾我覺得好自由、好開放。咁但係同時啱啱話提到商場會有啲要求，咁咧其實會唔會有好多情況，即係自己做主辦，但係有時可能有某一啲唔同嘅決定，呢度嗰度會喺商場度，但係最後可能自己接受咗，可能來自參賽者嘅一啲不快嘅，可能有一啲反應俾咗翻嚟。咁樣如果有啲咁樣嘅可能類似拗撬嘅情況咧，你哋會點樣處理咧？咁遇到即係例如商場嘅要求，同埋參賽者想作出演出嘅內容咧有衝突嘅時候，我哋通常會喺時間上面走啦。好似頭先咁講，就唔會喺最多人嘅時候，可能即係一啲比較年紀大嘅參賽者，或者揀啲歌比較舊嗰啲咧，可能擺去比較接近夜晚少啲人流嘅地方，或者嗰啲時間去進行啦。但係如果例如商場即係好堅決咁樣去要求有個主題嘅，即係例如新年嘅時候或者父親節、母親節嘅時候，要求喺家庭上面，咁我哋都會喺比賽嘅條款上面寫到明，今次嘅歌唱比賽咧係希望參賽者選擇一啲以親情為主題嘅歌曲咁樣咯。係咁其實都好多實際上暗啞底做咗嘅嘢，可能真係去使用即係作為使用者，可能參加者未必知道嘅事。咁其實我之前咧都有啲聽過下，例如軍樂聲中歌唱挑戰賽，間中有啲人會有唔同嘅意見啦，即係有人可能會疑惑，可能收費啊，舉個例，有啲聽講有啲難處話，商場可能有啲咩原因，可能有用咗嚿錢，有邊度有啲原因有用咗嚿錢，可唔可以聽你分享下，講一講你嘅版本嘅故事？通常嚿錢最大嚿就買版權啦，因為佢係斷日去計嘅，咁我哋如果搞2日嘅話咧，就要逐日去俾錢啦。咁我哋場地如果商場嘅話，其實就唔使特別話好多錢，因為我哋係有其他 partner 咧，佢係有識人嘅，佢係可以即係佢不嬲都係有啲 IP 啦，卡通公仔 IP 去搞一啲千人跑步咁樣，咁佢就攞場上就比較容易。咁所以最大嘅
錢都係花喺買版權上面咯。係啊，確實啊，有聽講可能話喺商場嘅公開嘅一啲空間，即係可能唔係喺鋪位入邊咧，咁就需要可能交唔同嘅版稅先可以合法地演唱。咁所以其實呢個又係一筆支出，可能真係即係喺嗰個唔同嘅場地就會實際上需要用到嘅隱藏成本就唔同咗。係啊，咁啱啱講到舉辦活動咧，有冇一啲好深刻，即係喺舉辦活動嘅時候，可能啲參賽者回饋翻，覺得咦呢個位搞得好好喎，跟住你就知道啊，原來呢樣嘢係可能大家喺心目中一個優秀舉辦活動嘅一個條件嚟嘅，有冇啲咁樣嘅回饋咧？都有嘅。一開頭我哋揾啲評判翻嚟評分，其實有啲係義務嘅，咁佢就可能寫得比較簡短啦。咁啲參賽者就覺得其實佢俾錢參加比賽，佢未必係志在贏嘅，佢係好想進步。咁佢就問翻其實個評語係啲乜嘢？咁自此之後，我就覺得同啲評判講話，其實雖然都知道每個參賽者可能只會上台唱5分鐘啦，時間有限啦，但係盡量想佢哋寫多啲評語。咁我哋嘅比賽就希望唔係淨係得冠亞季咯，係希望參賽者係獲益咯，知道自己邊啲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咁樣咯。係，咁會唔會喺個過程中有一啲發生咗一啲趣事，或者外行人唔知道嘅一啲難處，可以又係分享一下？即係啦。即係你嘅意思係唱緊歌，即係真係比賽進行中嘅時候。比賽進行中嘅時候，係咯。比賽進行中嘅時候，其實都有嘅，例如有一啲比較年長嘅參賽者上台唱粵曲咁樣，咁其實我哋都接受，因為我哋專登係揾咗一個評判咧，佢係學粵曲嘅，即係佢有教呢一方面。係因為專登為呢一位參賽者而去。其實有幾個人都係揀粵曲，因為我哋其實冇刻意去研究佢唱咩歌啦，咁淨係見到可能今次有一啲即係比較年長嘅參賽者報咗，咁我哋就去揾評判嘅時候去注重呢一點。咁但係當佢行咗出去唱嘅時候咧，因為再加上商場上有其他雜音，咁有一個對面嘅商鋪投訴，就話我哋好嘈，咁就要拉低翻，即係推低少少嗰個聲量啦。咁就變相造成一啲唔公平嘅狀況。佢就咁佢唔知背後上面嘅嘢噶嘛，佢就個參賽者就同我哋講話，點解唱下支咪細聲咗嘅咁樣咯？我哋就唯有即係盡快去處理呢件事咯，即係由佢照投訴，但係又照俾佢唱。但係我哋吸收咗呢次經驗之後呢，其實我哋下次喺呢個年齡上面都會劃分得清楚少少，可能會分開場地去一啲私人嘅場地度去進行一啲冇年紀限制嘅比賽，但係喺商場上咧，喺主題同埋年紀上都要有翻限制咁樣。係，可能始終都係喺外面一個公開嘅場合，可能人哋都希望自己個場地去遷就翻可能個顧客嗰個需求。係啦，咁啱啱講到話，可能有啲參賽者會即係選用粵曲啊，或者有唔同年齡層嘅一啲參賽者啦，咁喺大家可能係好關注嘅時候，就係話評判係點樣去將一啲可能有啲年紀大啲嘅人同一啲年紀細啲嘅人，可能大家年代嘅審美都唔係太一樣，做實際嗰個操作方法可能大家會有啲話覺得點解覺得嗰個好啲嘅，可能有啲參賽者會咁樣。咁實際上有冇啲咁樣嘅情況？我相信每個人其實都會有主觀嘅一面嘅，所以我哋評判咧都盡量係會喺年紀分佈上比較平均啦。即係可能20幾、30幾、40幾到50幾嘅評判都有，咁佢哋注重嘅位置咧就會唔同啦。咁就可以比較年長，可能注重唱功多啲。但係我相信小朋友如果可以唱得好好，某程度上其實都會加分。係小朋友即係始終係一個上升嘅階段，可能係啦，就嗰個位又係好年輕，又值得一個高分。係啦，咁所以搞比賽嘅時候，會唔會覺得可能有啲比賽會用年齡嚟分組？會唔會呢樣嘢你覺得會係好必要？我哋其實有用年紀去分組嘅，初賽嘅時候有，但係去到決賽咧，我哋就將佢哋 group 埋咗一齊，咁就有個類似全場總冠軍去競逐嗰8000蚊咁樣。但係其實我哋每一 group 都係有分翻冠亞季，只不過最尾去競逐嗰個獎金嘅時候，就將佢哋 group 埋咗一齊咯。係，即係實際上可能都係即係一個比賽分咗年齡，但係最尾可能有一啲獎項就大家所有年紀一齊爭翻，係
係咁咧，你覺得一個咁樣嘅比賽搞出嚟嘅時候，有冇一啲你認為係唔公平嘅事，但係自己實際上想攞走嗰個唔公平係唔係咁容易，但係大家可能即係參加者未必咁容易知道啊，點解嗰個位唔攞走啊？點解嗰啲不公留到喺度？會唔會有啲咁樣嘅嘢係實際操作你就搞走啦？係覺得都唔容易攞走嘅嘢。當然都有嘅，即係例如去攞場地嘅時候，有啲合約上嘅嘢唔可以去 disclose 俾個 public 知道嘅。但係例如我哋有啲咧，其實係私底下去招募佢哋，例如我哋會招募一啲 busker 啦，就其實都 waive 咗佢哋嗰個參賽費用嘅，因為純粹覺得佢唱得好好，咁呢方面都其實會有啲唔公平咁樣啦。但係我哋其實唔係淨係為咗一個 one-off 嘅比賽咯，我哋之後係會希望搞到一個優勝者嘅演唱會啦。咁其實我哋一直咧都有一啲唔同嘅經驗去。有啲贊助商係甚至邀請佢哋去做演出咁樣，亦都有賽跑，即係幾千人賽跑之前嗰個開幕典禮咧，都揾我哋嘅參賽者去做嘉賓。咁所以咧，我哋唔係淨係用冠亞季去分嘅。當然去分一個獎項，其實任何比賽都難免係有主觀嘅因素喺度。但係我哋係一啲優勝，即係唔一定要攞獎。係啦，佢有個人之處，我哋睇到係 match 翻一個 event 或者一個 sponsor 嘅要求嘅時候，都會邀請嗰啲參賽者去做演出咁樣咯。係啦，確實係搞比賽嘅時候，好多時話要徹底去擺低個主觀，又係一個即係唔係十分可行做到嘅一件事嚟嘅。咁其實Cherry 啱啱提到啦，可能搞歌唱比賽係比較係一個。即係可能接觸一啲唔同嘅有才華嘅朋友，咁可能之後有啲後續嘅唔同地方就可以即係可能周圍去表演啦。咁Cherry 開軍樂公司嘅時候咧，有冇諗住嚟緊即係而家呢個階段搞咁多比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啦？會唔會諗住嚟緊短期或者長期會有啲乜嘢公司想行嘅方向，或者同呢班朋友去做到啲咩目標咧？咁喺傾呢方面咧，其實主要係我哋 partner 去傾，但我都會知道佢哋傾緊啲咩 project 啦。嚟緊其實佢哋同中國環協會嗰邊咧，就去傾一個合作機會，就睇下可唔可以搞一個世界上面嘅 live。咁當我哋搞呢個優勝者演唱會嘅時候咧，就可以 support 到一個好似 K Metaverse 咁樣一個虛擬實體，咁就可以 involve 到多啲世界上面唔同嘅人去睇呢個 concert 咁樣咯。係，咁希望嚟緊Cherry 搞嘅呢一個活動就會非常之順利成功。咁多謝今日 Cherry 李巧君小姐嚟到我哋自由唱自由講呢個節目，希望下一集再見到大家，拜拜。拜拜。